過時過節你嚟探我，好開心啊！我一個人住，冇話去旅行啊，日日去旅行去街。後來咧，我識得原來啲義工就同我嚟傾偈，令到我好溫暖又開心。每一次嚟探我都帶福袋俾我，越多人越好啊！我一個人好悶啊，2年一個人住嘅，我啲仔女都唔翻嚟。我哋中秋節嚟探我，好開心啊！真係。今年時送俾我嘅月餅咧，仁愛月餅啊，好好食嘅，有心啊，真係嚟探我。見到啲長者因為我哋嘅到嚟咧，感受到一份嘅溫暖啦。咁其實探訪比任何嘅禮物咧係更加珍貴㗎。仁愛同行就希望可以讓更多嘅長者、更多嘅獨居長者感受到溫暖，喺節日從不孤單。仁愛在社區，溫暖長相伴。耶！